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恩典满满的主，愿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伫这个神圣的所在，伫这个充满祝福的时刻，你会今日查某囝来到你的面前，愿对心中讲：阿爸天父，求你伫今仔日，你搁一解，将你的慈爱怜悯，甲你良善信实，放伫这个会中，互今仔进入你圣殿的人。每一个人的活命拢得到充足，佮有更新。愿主你通过今仔这个礼拜，互每一个人会通甲你相拄，见到你的面，享受你的慈爱，充满迄种的满足。通过圣母对所吟的诗歌，通过事会所共读的圣经，通过音乐侍奉事琴，以及今仔日带领敬拜赞美的担当。主，互阮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愿用心灵的目睭，用宽阔的心、谦卑的灵来敬拜你。愿你降临伫阮中间，改变阮的性情，改变阮的思想，也改变阮的体质，互阮有你的尊贵、阳光。愿伫你面前，将卑微的活命搁一摆摆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降临，换手伫阮的顶冠。愿咱恳求祈祷，我教所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到16到18节这么说：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《常常喜乐》。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。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为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。他永不离开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。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小水的手再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。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想水的手在
下一首，让我们一起来唱《让赞美飞扬》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地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。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诗篇100篇第4到5章。让我们用赞美的心再唱一次。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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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感谢。谢谢你在我们迷茫时为我们指引方向，在低谷时扶持着我们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永不放弃。我们要常常喜乐，大声赞美你，将你的爱活出来，让主耶稣的旨意传扬给世人。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，
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。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爱的见证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能散发主耶稣基督的光。我们献上感谢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将我分别为圣，做你尊贵荣耀器皿。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将我分别为圣，做你尊贵荣耀器皿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
传扬基督的生只是请准备心来敬拜。万国啊，恁着学罗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直地，恁着学罗耶和华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73首，答愿感谢上帝，答愿感谢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这是咱三个用使着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得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下次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21篇，诗篇100篇。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。咱是伊草就的羊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学落伊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这是咱甲吟一首圣诗，圣诗483首。圣诗483首，请坐咧，吟全首。拄着亲人在遇着真艰苦，遇到日子失望生命看无路，你所你的温柔到何来记？我甘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温柔你着生着笑，主的温柔你强生的了，主的温柔到后生来经，我甘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有时看到烦恼的到心乱乱，要你上帝听他陪心的不愿，你所得的温柔搁在手来记，要你就会无去为日来应心，主的温柔你着生着笑，主的温柔你甘生为了，主的温柔到后生来听，我甘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想别人有好奇见伫大家伙，无伫土地上用天来留主体，你所得的温柔只阮可见的，你的宝贝尊贵也无藏伫天，主的温柔你着生着笑，主的温柔你强生的了，主的温柔到后生来经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所以经过一个无论大小事，我的日子希望上帝应做主，你所得的温柔照顾手来讲，主的安慰帮咱引带到天堂，主的温柔你着生着笑，主的温柔你强生
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至尊至悬，阮的阿爸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，感谢你看顾阮的生活甲工作，互阮即礼拜拢平安顺遂。最近天气变化较大，感谢你顾守阮，尤其是长辈幼儿身体勇健，无受到病痛的困扰。阮嘛求你继续照顾阮，收拾阮稳定。今年对台湾算无平静的一年，毋但是政治上的纷纷扰扰，阁有关税、风台、地震，除了国内的挑战，阁有一个国家，连日本表示肯为着台湾维持和平的决心，嘛有意见。总是伫侪侪困境之下，阮看见属伫阮台湾人的疼心甲坚强的意志。阮的疼心是及时的，出钱出力的，毋管对国内的同胞，也是世界的朋友，拢是安尼。也因为安尼，日本感受到阮无计较肯付出的台湾特质，愿意将阮当作朋友。阮坚强的意志，伫 COVID 的时嘛有展现。阮总是伫危难的时，伫有限的条件甲资源。伫本身会造成一寡委屈甲不便的情况，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。阮嘛相信主会带领阮度过伫这的风暴。感谢上帝，少数台湾人有遮尔水的特质，嘛求上帝保守阮台湾人的心。伫网络上，阮常常看到真侪啼笑、落骂、咒插。阮无法度分辨，这是真人假人。但是，阮要对信仰学习，分别什么行为甲言语才是有气力的。除了分别，更加重要的是真正做有气力的迄个。无简单讲对家己国家失望，尽本分照顾家己甲家庭。所有对家己国家的指责甲夸口，拢是出自阮确信，这个国家需要上帝的公义。毋是个人的偏见甲私欲，一个欢白的大国，毋是阮所追求的。阮要永远追求的是主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。赞美，咱请献歌队。
即时咱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，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诗篇100篇第4节啊第5节。诗篇100篇第4节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再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向恁的旨意。以上。正道第一幕是献上感恩的心，请陈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年恁过了好吗？
对年头到年底，对春天到冬天，愿上帝祝福咱。伫今仔日咱到年底时，愿耶和华赐福恁，愿耶和华保护恁，愿耶和华互伊的面的光照恁，施恩互恁，愿耶和华欢喜的面来看恁，赏赐恁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施恩满满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查某囝来敬拜你，伫你的面前，愿叫你一声阿爸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慈爱，互阮每一摆进入你的圣殿的时，阮心中就亲像一个囡仔，都爱到伫阮爸爸妈妈的面前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施恩，也愿你接纳阮的感恩。今仔日个礼拜，阮要伫你的面前行阮所许的愿。每一年，阮拢有祈祷；每一年，阮拢为着新的出发，恳求主你的施恩甲帮助。到伫即个年底时，应该嘛是阮思考上帝你怎样是恩惠互阮一个新鲜的时刻。做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帮助阮准备心，因为后礼拜就是感恩节。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，对阮少年到即时，主阮要回顾，阮要思想，阮要算效上帝你，讲袂尽的恩惠。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知影阮着用什么来回应上帝你的怜悯，你的祝福。做阮真做一个会晓感恩、荣耀你的囝儿。阮伫今仔日用礼拜中间，阮较无上帝你用你的圣经甲圣事来帮助阮，互阮伫面对后礼拜的感恩节，阮会当知影，阮伫今年何等的福气。愿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，互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会当领受上帝你圣神的充满。互阮真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感恩节是一个什么种的节期？其实感恩节是一个圣经的节期。有人想讲，伊是一个美国人的节期，因为咱会想到感恩节就是吃火鸡大餐。咱嘛会想到讲，这个感恩节就是美国人因为因离开因的故乡欧洲的所在，来到伫美国，伫伊个土地来开垦的时，因真侪辛苦。伫因初熟的果子收成了后，因所献也定着，要互因所有行行顺顺拢会记得，这是一个感恩的节期。所以认真讲，感恩节不是礼拜天，感恩节是每一个11月的上礼拜，迄个拜四。拜四是美国人亲像咧过年夜饭同款，感恩节到圣诞节对因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节期。但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讲，其实感恩节毋是美国人的节期，因为对旧约的圣经就讲，你着用安尼奉献做祭，因为你的奉献就是荣耀上帝。所以感恩节是对旧约以色列人就开始，所以因献初熟的果子。你若是头生的初熟，毋是头生的吼，头一届、头一水吼，头一水的，无论是五谷，无论是精生，头一水的，拢献予上帝。所以我有看见咱的教会有一寡青年，因开始出社会了后，第一摆奉献11奉献。咱中间有真侪青年，因开始出社会，开始工作了后。因就有迄种主动，将因的头一个月的开始，因就将11奉献献予上帝。必然是因为恁中间做父母的人有安尼咧做，所以恁的囡仔嘛会晓安尼做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会记得，感恩节毋是加拿大的人，毋是美国人的感恩节。感恩节就对圣经中间，伊就安尼讲，恁着用初熟的土产来尊严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尊严的意思就是，
我将这个礼物代表我的心意，我用这个奉献来荣耀上帝。唔是一个老人年金，唔是，因为咱的上帝无需要这个老人年金，但是上帝伊所爱，就是人对心中的一个回应甲感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年拢咧听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教导，咱当年拢咧过这个感恩节。啊，今年我无甲这个书记姐讲，我要提早讲感恩节的功德。我拢毋免甲书记姐交代，伊当年的感恩节一定会有补助。哦，比如讲有南瓜啦，有只瓜啊啦，有只稻草。哦，咱早期拢会对田里挂一挂稻啊，来摆伫咱教会做，咱礼拜堂会补助。伫即个感恩的初七的过节的节期，犹太人就养成一个感恩的节，特别伫即个箴言的中间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恁着用感谢做节，因为即个感谢就是归荣光予天父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会听，也得到咱的回应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有兄弟姊妹，奉献毋是用济钱少钱。奉献是用你的心意，所以教会内底无因为你奉献足济，你就应该做教会的头，毋是。所以圣经真清楚，耶稣有讲，伊看到一个妇人人安尼足歹势，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伊将2个银甲献伫迄个礼拜堂的中间，耶稣挑明伫众人的中间讲，即个人的奉献赢过好掠人的奉献。耶稣毋是挑明甲伊羞辱讲，你较连安尼你就迄献，毋是。耶稣讲，伊所献的是伊的活命钱，伊所献的是伊最悬的最深的心愿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咱爱看重什么？看重一个真正，愿你伫上帝的面前，当心起造这间教会，当心荣耀天父上帝。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对疫情了后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的当心，恁的奉献，无需对心中甲恁鼓励，嘛愿上帝纪念恁，因为圣经讲，恁若照安尼，上帝要互恁的库房充足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咱毋是咧甲上帝交换，摕小张的支票去换大张的支票，袂输咧买股票共款。毋是，是对咱的心中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嘛是我的，哇，安尼就足好康的啊！我的是少，上帝是多，那我的就是上帝的小事，那是上帝的拢是我的，哇，安尼敢毋是大事嘛？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听听正面安尼讲。伊讲：你用财物、金钱，用初熟的果子，甲你所出的土产来尊荣你的耶和华，就安尼，你的库房要充足，到有剩。你相信这种的话是应允会实现吗？愿天父上帝对咱施了伊的救恩，施了伊的祝福，互咱正做天公仔囝。昨有4堂的圣经讲座伫中基。我甲因分享讲，咱的教会有查经班，咱做伙读圣经，安怎对圣经内底看见上帝。我嘛伫因中间做见证讲，我做牧师，对少年出世到今仔日，我毋捌亲目睭看到上帝，我毋捌亲目睭看到耶稣，但是伫圣经中间，我看到我的祖先、我的阿公、我的爸爸的上帝，嘛看到我家己的上帝。我伫迄个所在甲因分享。上帝怎样伫咱教会内底所做奇妙的事？兄弟姊妹，愿咱的生命伫上帝的面前，成做一个耀华以烈的教会，好吗？愿你成做一个耀华以烈的基督徒，好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捌甲恁讲，几礼拜前讲一个民族，伊叫做本兰族。恁会记得我甲恁讲，迄个原住民因的言语中间无一字。恁会记我讲啥吗？因的言语中间没有感谢这个字，对吧？做人袂使安尼啦。
但是迄个作者写讲，伊伫印尼的原住民叫做本南族，即个民族的中间，伊咧做田野调查，咧了解即个民族的语言甲伊的文化时，伊就直正讲，啥那因的语言内底找无sen究，都写即个字。但是佫较重要，伊咧讲的毋是即个民族不要感恩，佫较重要，即个民族是一个分享的民族，咱也会记得一点。所以牧师毋是甲咱讲，你毋免甲教会感谢，你毋免甲上帝感谢，毋是。伊最重要就是讲，人有迄种的慷慨分享，人知己知，人逆己逆，迄个民族伊最可贵的所在就是安尼。后来我静静一直咧想即句话，我才感觉讲，上帝也毋是敢若印尼有啊，阮台湾的原住民拢嘛安尼啊。原住民吼，因若出外，无论去到倒一庄，去到啥物人因兜，因若中昼到袂讲歹势，迄个主人就甲伊讲，时间到啊，咱今仔到遮就好。请你离开，我要食饭啊！原住民的文化，恁兜的灶骹就是我的灶骹，恁兜冰箱就是我的冰箱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互咱会当返璞归真。我相信起初上帝创造人中间，其实人甲人中间就是有即种，我若有一喙饭通食，你嘛有一喙饭通食。你是我的人客，你就是我的亲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今仔日。咱会当用感恩去看到上帝所做的事。今仔日个礼拜第一句请安，我问恁讲，今年过了好吗？兄弟姊妹，我知影咱中间有个人伫今年无一定一路拢平顺。昨我伫真意外咧带圣经讲座中间有一个兄弟真感动，但是伊的感动是一个真有负面的情绪。因为伫伊的生活中间，伊感觉伊有做了无够好的所在，嘛伊有感觉伊有拄着一寡亲情中间的冲突，所以伊足激烈情绪化。伫伊的最后起来咧回应即个圣经的工作。但是有真侪人伫背后用迄种安慰的眼神，回头去看即个兄弟。我知影，当人若欠缺平安的时阵，真侪身边的基督徒拢会想要斗相共。我看到迄个帮赞的眼神的中间，即个兄弟讲完伊所有坐落了，真侪人其实甲我同款，拢想要用言语甲伊讲，莫着急，伫人袂会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也即愿恁平安，愿恁明年更较好。愿咱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愿咱的人生亲像倒刺甘蔗，对少年甲年老。昨我甲伊分享讲，诗篇的第一句话是啥？恁敢知？伊讲无行歹人的道路，无坐武慢的人的位。我讲哦，你是标准的基督徒，你足够背圣经。因为诗篇第一句话真正中文的圣经是安尼写，但是现在你敢会记得无？师父甲恁讲。诗篇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叫做阿夏，你会记无？我甲你分享讲，阿夏囝，天父上帝囝就是啥？有福气的人。所以圣经诗篇第一句话第一个字，真正就是有福气的人啊！伊甲结果放伫头前，结局放伫头前，有福气的人，然后才开始讲，恁着安怎才会当成做有福气的人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嘛甲恁讲，伊叫做陈什么人，伊是台湾足出名的台语文的一个作者，伊就是翻译迄个宫崎骏的卡通影片，翻做台语的发音的，伊甲伊的太太阿仁啊，伊对我少年熟悉，后来有几摆到正仔，我拢有咧相撮，伊讲我就是宜林的阿夏啦，伊甲家己号一个笔名。因为宜林人，伊家己号一个讲做，我就是宜林的阿夏。古早人咧讲阿夏，就是好野人的囝，免做吼，免讨谈就有通食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诚侪伊手中的宝贝仔囝，有福气的人，好吗？也愿咱诚侪会晓甲上帝讲，阿爸，我感谢，我会当做你的囝，好着好灵。
我爱当做你的囝，是我一生中间毋免选都得到的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将伊无法度形容的各种的好，也我是好，伊的主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恁着爱记得诗篇100篇上尾啊节第5节，诗篇100篇100代表考试100分，是一个完美的。最后迄句话讲，也我是好，伊的主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兄弟姊妹，不但爱相信，爱提出来用，是毋是？信仰毋是摕来信的啊，信仰是摕来哇，摕来用来经历着咱。要我若是好，伊的主啊，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心啊到万世代。那安尼，咱毋通由头决面。你讲无事无法度，代志拄着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的囝是查某囝，额头恳求你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真做一个享受上帝，伊甲咱三角伫地，伊伫咱中间，着感谢为着伊讲袂尽的恩赐。哥林多后书9章15节，讲袂尽的恩赐，算袂了，你着算，你着笑。今仔日个是圣诗第2首，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咧算笑上帝有恩典？咱拢感觉这是应该，因为咱有做礼拜，所以上帝你袂使无祝福我。真对代志，咱感觉这是应该，我用礼拜换来。那安尼当期间，毋是更加得到更较侪祝福，不来不去。咱做礼拜还阁无遐尼热情呢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毋是安尼的上帝，上帝是听人的祈祷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祈祷，上帝有怜悯，有慈爱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醒起来，咱讲我伫这个世间无用刺刺，不达的。我专心倚靠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你经验到这个上帝是真正你的帮助，是你的牧者，也是遥发伊力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对咱心中无法度言语讲袂出来，咱无法度表达咱对上帝的恶乐的心。咱属灵的同工、属灵的长辈、属灵的牧者，拢会甲咱讲，你就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有真侪人咧教导基督徒讲，当你无法度祈祷的时阵，你就用方言祷告。都无法度祈祷，不要你用方言祷告。这毋是咧嘲笑方言祷告。方言祷告就是讲，当人无法度用人家己的言语形容的时，上帝亲自将伊的话充满伫人的嘴。所以，迄毋是学来，迄是上帝圣神，互人对内在伊的灵甲灵，互上帝的灵开始发出。一种的言语，我以后会记得刘玉明，伊伫病院手术的时，伊离开病房出来醒起来，麻醉了。伊爸爸问伊讲：“啊，你会惊无？”我会记足清楚。刘老师咧甲我讲起刘玉明甲伊的对话。伊讲：“咩？我伫内底，我嘛已经毋知人，但是耶稣来陪我，耶稣对我讲话。”所以伊袂惊。刘老师问伊讲：“啊，耶稣甲你讲啥？”刘一鸣甲伊讲：“伊讲啥我听无，但是我知影伊讲啥。”这句话真有深呢。伊讲啥伊听无，但是伊佫更知影讲耶稣讲啥。这就是保罗所讲，用属灵的话来解说属灵的事。上帝圣神甲方言。就是上帝属灵的言语伫咱的中间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用咱的心灵来对上帝讲：主，我感谢学了你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伫地，通过感恩的礼拜，今仔日的经文讲：亲爱兄弟，毋是经文，是金句。亲爱兄弟，我肯定献家己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欢喜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咱的牧师要甲恁分享，深深来想讲，这句话到底是在讲啥？当咱将家己献予上帝的时，荣耀咱的上帝，咱甲上帝讲，我毋是敢若献我6粒内底
的钱，我将我家己全心全意，我交伫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我是5块饼2尾鱼，咱定定安尼祈祷对无？主啊，我虽然真含慢，好亲像5块饼2尾鱼，主，但是你若肯用我，主啊，我将5块饼2尾鱼摆伫你的手中。这就是现做偌济的意思。所以咱来听，咱来想，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什么？咱先来想诗篇100篇，像这诗篇100篇足底，咱应该爱对头读到尾。所以，请咱读去了后对头读到尾。今仔日咱牧师请书记只有谈2节，毋是偷工减料，嘛毋是惊讲浪费时间。是为着要互咱会记得这段经文最大的高潮是人感谢上帝，然后伊将上帝的本性讲甲足清楚。2句话，人会感谢上帝的心，甲上帝完全的本性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在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所以大卫伫这个所在讲，就用感谢用称谢入伊的门，就用俄罗徛伫伊的院，就是伊的圣殿的至圣所。感谢伊，学了伊的名。要感谢今仔日2个姊妹，少年的姊妹，带敬拜赞美。头一个诗歌其实因就是用一段圣经来带咱做敬拜赞美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伊的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然后这你着将这个礼物放伫你的心内。耶和华是好，毋是叫做好康的。耶和华是好意思的，耶和华是所有一切的美善，以所有一切良善、一切美丽、一切尊贵，所有一切好，伊毋是干那叫做金钱的好、物质的好。耶和华嘛毋是干那一个好人，耶和华是一个良善、一切美妙的上帝，佮有伊的慈爱，愿主的慈爱踮伫你的心。人心中若有慈爱，就无计较；人的心中若有慈爱，就无有迄种互人得罪的迄种的委屈。人的心中若有满满的疼，今仔日所吟的诗歌不离不弃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胜过对今仔所吟的诗歌，会当鼓励咱知影讲，我的阿爸天父是疼我到落尾的上帝，无有任何的事，无有任何的人会当计当。我做伊的囝儿的福气，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明白。我要甲咱学习2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就是真心的礼拜。什么是上帝会欢喜的礼拜？兄弟姊妹，你对少年做礼拜到今仔日，你敢学到迄个礼拜的美感，甲真正做礼拜的态度，甲精神？做礼拜毋是清清彩彩，有真侪人来做礼拜是一个习惯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做礼拜是不但神圣，搁再爱享受礼拜。欢喜用这个做祈祷。我记得早期我捌甲中级提醒讲，毋好安尼祈祷。你讲牧师，你甲中级提醒安怎？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催逼阮的兄弟姊妹因的脚步，互因紧紧来到教会做礼拜。因为做礼拜师傅徛伫讲台顶管一看，一半以上兄弟也未来啊，还会着急啊！我甲伊背，讲莫安尼祈祷啦，无爱来就莫来。祈祷互伊无来闹屎，祈祷无来，互伊伫厝里歹势，牧师无遐恶志啦。祈祷互伊无来，伊伫厝里坐袂牢，伊就感觉讲，今仔日我若无去教会，好亲像我减食一顿青草，好亲像我有啥物代志无做，这是我的失落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？愿上帝的圣神帮助咱，真做熬礼拜的基督徒。熬礼拜毋是全年全勤啦，熬礼拜的人就是真心、真性、真力、真意，用伊所有的感情来参加，甚至伫伊个人的时间
来朝见上帝。毋是讲咱来到教会甲做礼拜。原咱听保罗今仔所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苦劝恁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爱我，甲恁提醒。有一份的祝福，有一个礼物，就是上帝所欢喜的礼拜。什么叫做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？伊讲：我劝恁献家己做活祭，我劝恁家己的身躯做祭。是活的，是圣的，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心灵的服侍伫和本中文的翻译做理所当然的礼拜。真侪人来做礼拜，拢感觉理所当然。我去早期我来的时候，咱教会做礼拜，还阁有人穿衬带来做礼拜。但是后来咱的教会就渐渐无阁再有人穿衬带来做礼拜。是毋是咱教会若有看到人咧穿天带来做礼拜，咱会真委婉甲伊讲：兄弟姊妹，你来做礼拜，莫穿天带。咱教会早期有一个叫做张孝，玉恩姊妹的丈夫，伊是四川的人，就是咱所谓的老兵。伊甲于元杰结婚了后，等我来的时阵，伊几乎逐礼拜来做礼拜。伊来做礼拜的时阵，伊一定甲伊皮鞋切角，亲像咧做兵吼。做兵中间的服装仪容，这个张孝弟兄一定甲伊的鞋啊切角会发亮。伊做礼拜其实实在是听无代志，我问伊讲：啊，你听有几句？伊讲牧师一半一半。但是伊逐礼拜恭敬来做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你过去感觉安尼就够个理所当然的礼拜？牧师要甲咱解说，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礼拜？理所当然的敬拜。第一是生命的礼拜，第二是圣洁的礼拜，第三是上帝所欢喜的礼拜。牧师免解说，恁好我想，恁就会当想到，什么叫做活命的礼拜？旧约的献祭，拄则牧师用迄个相片。五穀初收成，旧约的献祭是献物件，但是新约对耶稣基督开始，奉献就是用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人来无够，心要阁爱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毋是甲咱责备，只不过就是提醒咱。上帝甲恁三个地咧，当我咧带因做神圣读经法，我相信是这姊妹应该是一个真资深的基督徒。伊伫最后咧回应 Q&A 时，伊问我讲：牧师，你教阮这种默想的祷告、默想的读经，啊，牧师，啊，我若伫默想的中间拄久要安怎？要安怎是你的代志，牧师靠我度。伊讲牧师，若伫默想是我若拄久要安怎？上帝要甲你拍脚床啦！你若真拄久，你就拄久嘛。杨牧师啊，你那讲毋是误导嘛？互伊更加以后，会当合理化。兄弟姊妹，我甲伊讲，如果你若读圣经会拄久，啊，你发现你会拄久，你个定心倒来到这个圣经的中间，佮家己出声对头，佮读一摆。因为基督教的默想、灵修的默想。毋是胡思乱想，毋是四大皆空。基督徒默想是用圣经、用上帝最中心的默想。所以当你若拄久，就是表示你已经困去啊，你已经无意识到你即摆甲上帝的交陪。但是其实你慢慢紧张，因为真侪灵修的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拢常常讲。人伫梦中的中间，圣灵来造访。因讲真侪故事，比如安伫梦中看见天使，比如雅各伫梦中看见天推，撒母耳伫梦中听到上帝的声。因讲人伫梦中的时，上帝圣灵会对人讲话。我毋是鼓励恁做礼拜拄久，毋是。我嘛毋是讲甲恁讲 ，OK， 你伫读圣经的时阵。
哪会拄久？当然，我笑笑讲就是讲，你若读圣经会当好困，你就尽量啊，因为真侪人即摆歹困，暗时搁爱食安眠药啊，也是爱小酌一杯才会困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无何必解说圣经？但是得时不得时，咱的上帝拢是咱的帮助。所以今仔这段圣经中间，甲咱提醒，咱做礼拜爱安那，爱有咱的灵魂来到遮，尽心尽性尽力尽力。第二，要啉清气的水，要用清气的杯仔来啉。圣经讲，人非守节，心清不能见主面。人无守节心清的人，袂当入上帝的礼拜堂。人若无真正分别为圣的人，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所以，真正合理的礼拜，上帝所欢喜的礼拜，就是一个内面有清洁的心，有正直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这个感恩节。求上帝甲你讲话，什么是我所欢喜的？连人记得真侪圣经赞。伊讲烧者我无爱，恁的记这圣经，哇，安尼上好，我就免奉献啊嘛。我敢出一个嘴，出一个心安就好啊。较有遮简单，毋是出心比出手搁较困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享受礼拜，好不好？享受礼拜。伫这个所在讲是神灵的服饰，这个意思圣经中文翻译做合理的礼拜，合理的服侍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下伫上帝话语教示的礼拜。啊，伊的言语改翻做 reasonable，reasonable 就是合情合理啦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若施恩互咱，咱要安怎做？你感觉安怎是合情合理？上帝若施恩，咱无感恩，有合情合理无？兄弟姊妹，我毋免甲恁教，恁拢会知。咱若了解圣经了，咱就知影咱安怎做，因为咱毋是机器人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听到上帝圣心甲你讲，拄则牧师甲你讲，上帝所喜悦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敬拜。这个字叫做 logos， 这个字甲 logos 上帝话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嘛会当翻做 reasonable， 理所当然的。咱的理爱下伫圣经的理。因为人拢有一片道理，人常常冤家，因为人的理无共款。拄则我讲迄个兄弟，伊真艰苦心，伫昨徛起来问迄个问题，讲牧师，我要安怎做？因为伫伊家庭中间，为着将真少的事，就是伊的孙仔食饭的代志。啊，伊伫食饭前，摕一个物件互因孙仔食，因查某囝大声甲伊讲：“伊都要食饭啊！你莫安尼啦！”我相信以前就是伊常常拢偷偷掖饼干伫食饭前，互因囝食啦。啊，因查某囝甲伊挡袂牢，讲啊，等下就食袂落。啊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你评评理啦。啊，食一喙有遐严重吗？兄弟姊妹，理所当然，每一个人都有一片道理。如果有爱，做到小事。我毋是讲伊老爸甲查某囝不相爱，人常常是爱到客俗，客俗台湾话恁听有无？没有距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爱得以完全，毋是爱到客俗，爱到理所当然，有照上帝伊的心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礼拜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全然属你，我要一生为你来活，我要将我家己献予你。教会有事，就是我有事。即摆全世界上行一句话，就是台湾有事，日本有事，台湾有事，美国有事。今仔日咱来讲，教会有事，我就有事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用这种的心来参与上帝伊圣洁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咱求天父上帝伊的圣神，互咱翘起
虽然这个话逻辑可是有当时英语改翻作 reasonable， 你感觉 reasonable 不一定是 reasonable。这句话安怎讲？你感觉合情合理，不一定合情合理。愿天父上帝将真理放伫咱的内心，互咱正做是就是毋是就毋是。有上帝圣神甲咱三个对地，咱有能力通做判断的基督徒。第二，我要问兄弟姊妹，毋是问恁，我要互咱一个家庭作业。今仔日倒去了后，后礼拜咱有感恩节。后礼拜牧师的讲道无要搁再讲感恩的信息，后礼拜牧师要讲代降节，因为当年也算这个感恩节甲代降节拢拄啊共日，所以后礼拜牧师提早讲感恩的信息，后礼拜牧师要甲恁讲，留出一颗心，留一个空间，来让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。但这礼拜的功课。咱来问讲，我要用什么种来回应我的上帝？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甲你讲，愿上帝甲你讲，互你知影，咱要安怎回应上帝听。理所当然，真侪时阵囡仔若摕物件倒来，爸爸就甲伊讲：恁倒来就好啦，毋免搁安尼买东买西啦。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爸爸妈妈不喜欢你带回来的当肉吗？爸爸妈妈不喜欢你带个3000、5000，甲伊讲爸爸妈妈，这个你家己有需要，你家己买东买西。其实一句话背后是爸爸妈妈的表现，他看到你比什么都开心快乐，敢毋是？人都安尼啊，上帝敢无安尼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什么种的力量改变一个囡仔？这故事我无好再讲。阿嬷7岁就互上帝拣选，啥物都毋捌的一个囡仔，后来一生做真水的事。这对阿某伫台湾做足大的代志，这才总会顺利连。因结婚蜜月旅行，就是对美国要来台湾做宣教师的就职典礼。所以孙雅各牧师甲孙丽莲因伫即个坐船来到对日本要转来台湾，因伫路中因拢做伙祈祷誓约，伊讲求上帝带咱到最需要、最有需要的地方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。真伟大的牧师，甲真伟大的牧师娘，牧师娘比牧师较伟大。歹势我安尼讲。对孙雅各牧师无礼貌，孙雅各牧师做台神的院长，因死了带伫台神礼拜堂的边啊。但孙雅各牧师娘，伊讲我无爱做一个牧师娘，我要做一个牧师娘的宣教师。我要甲我的丈夫同款，伊做伊的，我做我的。兄弟姊妹，孙丽莲牧师，孙丽莲牧师，孙丽莲这个师母。伊真做台湾最要紧的原住民的妈妈，真侪原住民的牧师拢是伫伊手中照顾大汉的。花莲的洗衣所，花莲的这个真侪这个儿童之家，真侪牧师细汉的时阵厝里真善，父母送去迄个所在，后来伫迄个所在大汉真侪囡仔后来献身做护士、做牧师。兄弟姊妹。牧师甲恁讲过一个故事，威廉波顿这个人，伊伫一生中间甲上帝誓约，活26岁，人讲伊一事无成，生囝，但是活26岁，一事无成，不是一事无成。上帝看伊的生命，虽然世间人讲伊一事无成，因为伊还未开始为主做工作，感染脑膜炎，死伫埃及。但是一生头这3句话，比伊讲300篇的讲道更较重要。伊的妈妈伫伊成长过程顶悬，爸爸妈妈送伊一本圣经，伊伫圣经头一句话写，毫无保留。我将我的生命献予这本圣经的上帝。伊伫伊的圣经的这个空白顶悬写，我将我的生命献为活祭，毫无保留 ，no reserve。第二。当伊开始读大学的时阵，
伊有一种足强烈的感觉，伊要做宣教师。后来伊要申请去中国内地会，伫中国做宣教师。伊伫迄个备办心的中间，伊伫大学，应该是先伫哈佛，然后去普林斯顿，伊读两间足出名的常春藤。伫伊咧读的时阵，就展露出一个基督徒青年的迄个领袖的魅力。所以伫学校内底有足大的影响力。伊伫迄个时阵写一句话讲：永不回头。因为当时迄阵的美国教会的青年，甲欧洲教会青年，有一种的口号 ：All shall go, go to all， 就是讲上优秀的人应该为上帝去行到天边海角。欧洲的文化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念，毋是上优秀的去做医生，上优秀的去做律师，上优秀的为上帝行到天边海角。最后一句话，伊妈妈看到伊的时阵来不及，因为妈妈本来是想讲阮囝在伫遐受训练，伫他乡，我请旅游来甲看一下。无拍算到半路就知影伊破病，去的时阵其实就是该办后事，看伊的圣经才看到最后一句话。我虽然26岁，还没上战场，我就死在战场上。但是我毫无遗憾。圣经耶稣伫十字架顶悬，是不是？伊讲成了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看一项的代志的成就，毋是看侪人少人，侪钱少钱，大产业无产业，做大事起大建筑物。上帝眼光毋是咧看这，上帝看大教会。毋是用伊建筑物会当坐偌济人，伊做礼拜有偌济人，然后有7个人完全无保留，伫上帝伊看伊就是一个完全的教会。也这毋能看轻咱家己。你讲我含慢，我也无做咧啥。但是如果若亲像这个人，上帝要伫你的头壳顶悬，甲你喊手讲，尽忠搁好的囝儿，够了。你成就了我交给你的使命，高强。因为上帝看人的内心，伊知影迄个结局。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圣心放互咱。当上帝圣心啊踮伫咱的内底，你就知影上帝爱你做什么。有所第1章17节到19节，兄弟，咱来读这段圣经。这是今仔日的结论。求天父上帝圣心，赏赐你智慧甲启示。圣经17节安尼讲，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就是天顶荣耀的天父，将赏赐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神赏赐互恁。阿门嘛。主啊，赏赐我智慧，启示我通知行什么路，做什么事。这是真好的祈祷。保罗甲有所的祝福讲，互恁真正知影上帝。而且教会组织查经讲道做礼拜，目的就是要互咱伫上帝真理的中间来大汉，包括咱的囡仔，真正认捌上帝。搁落去，伊讲上帝圣神开恁的目睭，开恁属灵的目睭，毋是干那即个老花眼的，用要看无的老花眼的目睭。上帝赏赐咱一个目睭。会当真正知影上帝恩典，上帝祝福是啥物？互恁会当知影伊的恩典，也因为这个恩典，恁就知影讲，我一生是无所遗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但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咱阁看到啥？咱阁看到上帝家己的荣光。拄则一开始，牧师一开始要记得真情，有用。民数记的经文，甲恁祈祷讲：愿上帝的面看恁，愿上帝欢喜的面看恁，愿上帝的面光看恁，佮互恁好面色啦。犹太人话讲，伊欢喜的面来看咱，就是讲你毋免惊，你来礼拜的时阵，上帝要用伊，互你看到伊好面相，互你看到伊对你的一个接纳，看到你对伊的一个欢喜。
温柔、慈爱、鼓励。犹太人真惊看到上帝，因为上帝真严格。但是后来因的祖先甲伊讲，愿上帝的面光照你，愿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阿免嘛。愿咱一生看到上帝好目色，愿咱一生看到上帝好面光，愿咱一生坦然无惊吓，伫上帝是阮做证，看到伊的荣耀。上帝祝福兄弟姊妹，愿恁所听的经文，恁真正享受。上帝当在极大无比的能力，恁就要知影，上帝若显明伊的权能是何等的大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三甲伫地，会记恁，为着今年感谢上帝，为着今年感谢上帝。上帝是阮互咱，咱要安怎回应伊？咱甲主讲，主我知，我就是上好。伫你的面前，我要亲像我主耶稣。伊用伊的性命钉伫十字架顶悬。耶稣毋是用死的生理献予上帝，耶稣是用伊家己活的活命献予上帝。耶稣是咱的主，咱来亲像伊好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尊至圣，满满主爱。主耶稣，愿何德何能，伫阮的生命中领受你白白的疼痛。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我毋敢若想到今年阮的好光景，甲主你的祝福。阮想到阮怎样伫阮一生中间，互你的疼惜。主耶稣伫即个感恩的节，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。跟你讲，我回家了。主耶稣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为我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这是真的，对今麦到永远，奉你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应当熟地听。
圣诗199首 A 调，即条咱较无熟，咱先请苏琴先弹一遍，咱再个起入吟全首。这车起哩吟全首。顺上帝赐心仁爱，照顾咱人好款待，天地万物创造，咱着诚心来服侍。可惜人心无暗。论坛魔鬼行歹代，望将需要热天命，要求我上帝跪拜，感谢上帝是怜悯，切恳耶稣上着来，献出仁爱互人心，担当咱罪受陷害，拿着欢喜心可主，能到天堂好所在，福气满满拢照庇，永远享受无挂碍。阿门。还是请坐，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。现在请坐，平安礼请陈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真欢喜，今日喜乐保院的兄弟甲咱直接做礼拜吼，咱真欢喜。咱真紧嘛要庆祝圣诞节，喜乐保院的
咱的兄弟姊妹伊嘛甲咱做伙过圣诞节吼。咱来用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咱用这首诗歌做咱的祈祷。今日光明的国度，今日光明国度，我耶稣听你，为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也这我忽然有一个感动，想要邀请咱做一个祈祷。因为昨我拄则咧讲迄个兄弟的故事，伊有问我讲牧师我要安怎？我真含慢，当下我无法度真清楚甲伊回答讲怎么办。但是伫今仔日个讲道礼拜中间，上帝给我一个感动，我应该跟你们分享。当咱不知所措的时，有一种叫做掏空，第一种叫做领受。上帝，即个兄弟有可能伫网络迄个直播礼拜当做伙，然后无嘛不要紧，兄弟姊妹，咱若拄着亲像伊咧问上帝讲，问牧师讲，牧师我要安怎做？传统的领袖无论所拢安尼，甲伊的身边的青年安尼讲，你将你心里真多遐创伤不愉快的事情掏空摕出来，主我将我的垃圾对我心中摕出来。主我将我心中的创伤，主我心中的垃圾，主我将伊掏空，我甲摕出来。所以传统有一种祈祷叫做掏空与充满，赶鬼掏空，将这垃圾摕出来。然后呢，主这垃圾已经离开啊。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安慰，求出你的怜悯，求出你的医治。今日这条诗歌讲耶稣听你。所有真诶兄弟姊妹，愿咱将这份的听，叫做你生命开展。我要邀请咱去祈祷，如果你以后若拄着类似，毋是讲啊饲一块饼，甲人冤家，家庭安尼冤家安尼，逐个拢举圣地，毋是吼。咱人生中间有真多代志，咱无法度处理的事，咱来做这种掏空。耶稣讲：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兄弟姊妹，当牧师邀请咱为着恁家己祈祷，咱嘛做伙为着这个兄弟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毋免通过咱的教会下礼拜直播，上帝直接互伊，就是清理伊内在创伤，甲伊的垃圾，好唔好？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将阮心中有做受气、垃圾、情绪。混乱，阮将这个黑气的垃圾，主阮对阮的心中，甲伊摕出来。主我放伫我的手中，我将这个垃圾往你摆列。主我将这个垃圾恳求主你耶稣，利用你的宝血甲我洗清气。主耶稣，你将这个对我心中将咱愤愤不平。最的忧苦劳苦，主耶稣，求你透放我，摒开我内面的情绪，互我真实面对着迄个伤害。主耶稣，你就是我的牧者，我相信你肯为我做一种洁净的工作。主耶稣，我恳求你，我嘛奉你的性命来恳求你，将这份的疼。放伫阮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手中，主，当我的手放伫我的行前的时，
主当阮的手画伫阮的心头的时，主你会听，充满迄个靠赖你、求救你、相信你、倚靠你。阮至亲，阮所有的，阮当时的遐个姊妹，主愿你会听，完全了阮生命的欠缺。主愿你会听，透放阮心中的苦楚。主愿你会听，安慰、医治，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因为你会听，欢头喜面，平安喜乐。最后说，阮恭敬将所有阮的遐个姊妹交伫你的手，教阮祈祷，赏赐阮圣神的同在。对今仔即开始，互阮会记得即个祈祷。伫以后的日子中间，使阮若有拄着艰难，阮无能力当处理。祝福阮的遐个姊妹会记得，即个祈祷就是你教阮的祈祷。互阮常常祈祷，常常喜乐，常常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甲咱身边兄弟讲，耶稣听你。好，耶稣爱你们，生日的到前面来，谁生日？好，那他讲是，咱来有着生日的人祈祷吼，咱来有着生日的，哇，太棒！还有无？咱做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过安来祈祷，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阮感谢你，你的圣神实在真完整、真充足，充满伫你的查某囝，对伊出世到即摆，阮哪清楚，上帝你踮伫伊的心中迄种的水甲良善，全将会交伫你的手中。阮为着所有生日的遐个姊妹，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。主，阮为着大晨，为着离婚节，为着秋上。为着伫台中的林兰节，佮有之间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，互因伫生日的时，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，互因受上帝你的祝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也祝福喜乐保院所有遮个囡仔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要恳求主你保守照顾因。当因来到你的圣殿，主因是带着脚步，因带着祈祷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去天父上帝你，不但是伫因的生日顶悬祝福因，主你嘛伫因来到你面前做礼拜的时，主你的圣神就将你各种的恩典充足放伫因的内底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圣神，将你的油，就是圣洁的油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求你施恩赐福。伫因的面前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你的教会正对你的施恩宝座，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大大施恩伫因的中间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伫过来的一年，互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歹势，牧师无一个甲恁画十字架吼，因为恁逐礼拜拢伫遮做礼拜吼。咱真欢喜看到遮许多的咱的兄弟姊妹来做礼拜吼。愿主会听甲咱三甲地地吼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，请师会来报告。咱今仔真欢喜，张尧兄张峰尧弟兄吼，伊伫三峡来甲咱做礼拜，咱真欢迎伊个吼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咱做伙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8人，现金7380块；主日二出席9人，现金500块；祈祷会出席5人。本周聚会
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咧拜堂，祈祷会拜三下暗8点伫咧拜堂，查经班咱暂停。圣港服侍下礼拜私会请郭一玲执事，领诗请谢丽云姊妹，司琴请陈美秀执事，司宪甲招待请刘宇生执事甲尤丽芬执事。爱餐备班请陈英宏长老，新安宫读经表请咱教界顺序来灵修。集体交通，11月29拜六下晡2点半，妇女团契聚会，幸福到我家，地点伫平凡老师甲叶慧姐因厝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第二，12月13拜六下午9点甲下晡1点半。中中妇女部举办2025年圣诞节感恩礼拜甲联合庆祝活动，地点伫元岛教会，主题是快乐圣诞节。咱讲师是郑明东老师，费用咱圣诞爱餐每一个人350。12月初1报名截止，有意愿要参加的，请向文分会长报名。第三。12月14有洗礼甲圣餐，要洗礼的请有备心，向牧师报名参加殉道课程。第四，圣诞节要来临，为着要迎宾甲布置，即几个主日礼拜后要有环境整理甲布置，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甲服侍。第五，咱圣诞节活动有12月初6。拜六下暗7点要有圣诞点灯，12月19拜5下暗7点要社区报佳音，12月20拜六下晡5点半要有圣诞市集，12月21礼拜下午9点有圣诞主日礼拜，12月24拜三下暗8点有平安暝礼拜，请咱兄弟拢有闲拢来参加。第六，为着生日的陈慧安、李大成、郑丽芬、蔡秋雄、林兰、胡志坚，请为着以上的兄弟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然后出入的请过节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，第一，为着身心欠安的庄仁聚、黄宏仁，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二，为着教会青少年新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出国在外青年刘玉明、林怡轩、刘玉君来代祷。以上，这是请咱做来吟上英圣诗513首，吟诗刷请陈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慈爱、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合之地，对即世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闭会。